較早前獲友會將加班，金龍醒獅團將師傅邀請，以韓國獅為本，紮作一頭作比賽道具之一。男獅還可以，韓國獅就真係第一次，所以趁早前認為時間許可下，應接挑戰一下。雖然過程中有唔滿意嘅地方重拆重做，但最後都係預計時間內完成。共友會以 Monster 為題於雄獅樓作競賽。由於工作關係，未能前去打氣支持。再次祝友會會務蒸蒸日上，友誼永固。